大家好，澳門市今日下晝2點半左右喺馬交石街近廣華新村發生一宗涉及私家車撞店鋪嘅交通事故。涉事嘅林寶堅尼跑車疑鏟入一間食店，導致鋪面玻璃碎裂，碎片滿地，地上留有血跡，食店裏邊一片狼藉，其中司機疑受傷，由消防用擔架抬出。現場有人表示，當時喺店鋪外等外賣期間，突然聽聞一聲撞擊聲，轉身差少少就被撞到。有店鋪員工表示，當時正喺店鋪門口位置午膳，突然跑車衝入店內，好彩有張台擋一擋，爭少少就冇命。警方喺今日嘅下午14時29分接報馬交石街發生一宗交通事故，警員接報到場之後就了解到係事件涉及一部車輛撞喺一部店鋪入面嘅。咁事件係造成6名傷者，咁包括駕駛者係男性，佢係喺澳門考取駕駛資格，而亦都係通過呼氣準測試，初步警方會檢控佢係啟動不小心嘅行政違法，以及以過失傷人進行處理。而至於個傷勢情況，我交俾消防同事補充啦。想問一問個案發個情況，其實有冇話經過原因係點樣？我哋睇翻現場嘅道路監控啦，係顯示駕駛者係從皇朝駕駛車輛到現場一個上落客位度停泊。咁停泊完之後咧，去調整車輛期間呢，就懷疑係踏錯油門而啟動不小心撞入店鋪入面嘅。係佢聲稱踩錯油門。我哋係了解咗現場嘅監控顯示個情況係咁樣啦，同埋亦都係向呢個駕駛者取證，佢嘅口供初步都係表示係踏錯油門嘅。咁同埋呢個駕駛者咧喺呢個澳門係考獲駕駛資格有10多年㗎啦。車都係澳門居民嘅。澳門居民嚟嘅。識唔識得酒精啊？我哋初步進行酒精揮測試係合格嘅。係幾多歲啊？嗰個駕駛者同埋係男人定女人？係男性嚟嘅，咁佢係60。關注澳門事，了解身邊事，多謝收睇，拜拜。